三鄉中心地段雅居樂南城版本稀缺嘅大花園，而且咧係2層嘅獨棟別墅，5年咧都冇出過一間嘅。呢度建築面積咧係253方嘅，上下2層可以做到4房4衛嚟使用。喺我哋全花園呢個位置咧，空間咧都係非常之大嘅，到時候呢邊都可以泊部車，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而我哋側花園咧，而且係種咗非常多啲桂花啊、啲羅漢松啊，都係非常之多嘅。呢個空間到時候咧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睇下呢個果樹係咪特別靚咧？呢個側花園空間咧，現時列置咧係做一個陽光房喺度擺啲靚嘅陳皮，或者到時候喺度擺個茶台喺度飲茶，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再睇我哋後花園呢個圍方位咧係東南朝向嘅，係咪特別舒服咧？完全咧有一條細河仔嘅，呢個後花園空間都係將近200方嘅，係咪特別舒服啊？入嚟睇我哋1樓目前個格局先啦。1樓目前咧係餐客廳一體嘅，先睇下呢個大開間，將近6米嘅大開間，擺100寸嘅大電視都係冇問題嘅，而且吊咗天花層高咧都係將近4米嘅層高，係咪非常大氣啊？我哋係熱式嘅設計，睇下呢個位置咧可以擺放6人位嘅大餐台，現時咧係保留咗個中空位6米嘅挑空大廳，係咪非常之舒服嘅？先睇我哋入戶位置咧。係我哋嘅廚房空間，都係做咗一致嘅廚房嘅，採光通風都係非常之好嘅，可以出到花園嗰邊嘅。而且我哋1樓咧都配備我哋嘅長者房嘅空間咧，都係特別舒服嘅，衛生間位置啦，隔離咧就係我哋1樓嘅長者房，採光通風咧都係特別舒服嘅。呢個咧就係主人房露台望出嘅花園景觀，係咪特別舒服咧？呢個露台咧都有7米長嘅，呢個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嘅露台啦。呢個位置咧。主人房空間咧係將近40個平方嘅，2米大床都可以安排上嘅。喺我哋右手邊咧就配備我哋嘅衣帽間同埋洗手間嘅空間啦。到時候咧呢邊空間咧都係特別舒服嘅。出嚟呢邊咧就係我呢個玄關個位置啦。入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BB房套間啦。睇下呢個就係我哋衛生間，現時咧係擺咗一個1.8大床，到頂大衣櫃咧都係安排上嘅。再隔離咧仲有另外一間套間，空間咧都係特別舒服嘅。睇下都係套間衛生間位置啦。到頂嘅大衣櫃咧都係安排上嘅，擺咗個1.8大床。出嚟呢邊咧仲有一個露台嘅，呢個露台咧都有將近40-50個平方，呢個空間係咪特別舒服咧？呢間別墅嘅總佔地咧係433方嘅，建築面積咧係250方嘅，所以話嘅實用面積咧係高達500幾方。上下咧總共係2層嘅建築，現時咧係做咗4房4衛嚟使用嘅，而且首期咧依家俾70萬左右就可以攞得呢套上下2層嘅大獨立別墅，而且仲係中心位置嘅配套又成熟。如果想睇呢層單位嘅話，記得揾小寶姐。